这个是东边，从涵洞的东边开始。哦，这个南二高的涵洞，涵洞，你看你写，彩绘，明正时期伟人，知义参军陈永华伟人的这个伟大事迹，成立天地会，天父地母，天父地母。建庙兴学，台南市孔子庙，建庙兴学，因为孔子庙有大成殿供奉至圣先师还有先贤，然后念书的地方叫明伦堂，明伦堂在清朝是最高等学府，叫全台所学，全台所学。你看这个画的应该是以前台南市孔庙大成殿嘛，画孔庙大成殿嘛。那在明伦堂的话，有元朝赵孟頫的墨宝，写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大学的首章啊。再来伟大的事迹，开荒垦田，造桥铺路，开荒垦田，造桥铺路，这种字叫做小篆嘛，应该不是隶书哦，没有像隶书。到底这种字是小篆还是隶书啊？应该是隶书了，隶书比较容易看得懂。回去再找找看啊，找字写。再来看这个，花展园艺啊，花展园艺。原住民通商交，原住民通商交攻克荷兰，荷军收复台湾，攻克荷军收复台湾了，攻克荷军了，收复台湾，打败荷兰军队啊，收复台湾。烧砖治瓦，还有引进宋江镇，呢。这条路进去可能可以找到陈永华知义参军的衣冠冢啊，衣冠冢。